緊要啊 ，everybody，我係馬可思啊！陣間呢，我會近距離咧接觸一位來自香港嘅著名藝人啊，究竟係邊個呢？嚟，跟住我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怡保廣東話 VS 香港廣東話，兩尺兩毫子，各龜國雞，咩啊？高點水草水草咪即係水草咯。飲管啊！跟住就係呢個侵雪、動鴛鴦、腳車、單車、送媽、阿媽，全全部啊，係啊，全部哦啊。跟住咧炒拿啦、炒蜆。收女、收錢。Hello， 馬來西亞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香港演員李天祥，喺度祝賀怡保嘅朋友咧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亦都祝緊要啊頻道推出嘅新年歌、新年冷靜歌大紅大紫，係咪好緊要咧？ Happy New Year， 打破僵局就要講，冷靜冷靜，將會聞到好多光晒，冷靜冷靜，家鄉味道沒法講，冷靜冷靜，問題多到似考評，冷靜冷靜，笑住答去最。